昨暗台北市一栋大楼内底放笔记型电脑的仓库火烧，9位消防人员拍火时嘛受伤送病院。新北市捷运电车长咧起的环状线现场正式勘查的会议时间会阁延，袂赴年底通车。清华大学教授研究讲，目睭人换黄的上届有法度保护银幕隔离条，保护眼力。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2月24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先来关心2016年一个3岁幼囡仔伫咧路呢，去互一个名叫王景玉的某人无意中向压倒态死。过去1审、2审拢是判王景玉无期徒，高等法院经1审辩论，今日收线。受害者的老母王婉如女士恳求法官将凶手处以极刑，望讲每一个幼囡仔拢会当平安大汉。因此我们无法承受凶手再回到社会上。我们希望能够依法将被告与世隔绝。我们最想要的当然就是小灯泡从来没有离开。但退一万步来说，我要其他的孩子不希望再受到相同的遭遇、相同的厄运。一命抵一命是对小灯泡生命的侮辱，在我心里，小灯泡的生命绝对不会与王先生的性命等价等值。王婉如女士强调讲，身为人的老母，伊不幸牺牲的查某囝，互伊更较勇敢。伊有责任，唔通互查某囝白白牺牲。伊也要要求政府各有社会上的各单位，详细来反省讲，过去是毋是有机会阻挡这款悲剧来发生，就拍拼互社会安全这领网啊，会当确实建立起来。另外，原来是法律的新闻，咱来讲2015年，新竹一个名叫林春雄的某人，因为因女朋友和一个姓区的少女发生口角，伊竟然招3个朋友伴去拍迄个查某囡仔，甚至甲人吵打了，连身尸都放火烧。早起高等法院发布讲，林春雄和因女朋友各有3个共犯，因为拢有可能会当搁再告发，判决因无期徒。啊，这条案是还搁会当上诉者。之前林春雄有2摆去互法院判死刑，经过上诉，最高法院认定讲，伊毋是全无悔改意向，就安尼将案件发回经审。啊，高等法院即回认定被告犯这条案件的过程，若参考国际人权2项公约，甲伊看起来，无算是上介严重的罪行。搁再根据台大病院鉴定的结果判断讲，有的被告是还有可能搁再告发，所以才会即回判决林春雄一行5个人无期徒。咱搁来讲，台北市松江路头的光华商场，自来就是买卖电脑闹热的所在。啊，昨暗透明点外，这搭车一栋大楼的3楼煞来火烧。导火的场所正就是咱早咧行迄款笔记型电脑的仓库，只敢若锂电池就吨500多粒。地现竟然有9个消防人员入去拍火的时阵，拢去砸着伤，搁有人去烧着，加在拢无介严重。台北市松江路面顶住户办公配合大楼，半夜1点外，3楼的册型电脑仓库发生火灾，现场不闪时佫传出爆炸的声音。因为它整个仓库里面非常的狭隘，加上货架层内总共有500颗的这个锂电池，因为里面完全没有人员行动的这个空间，货架也都因为燃烧而倒塌，所以我们人员目前持续在慢慢往前推进救灾当中。住户伫咧经宵的斗3工之下，平安互救出来离开大楼。啊，毋过仓库内底有放500粒锂电池，火是烧甲真猛。消防人员入去灌救的时阵，有9个人分别小可去用砸着伤、甲吓着伤，送病院治疗。因为出席浓烟及闪燃的情形那有造成9位消防人员轻微的这个呛伤，那其中1位有轻微的这个烧烫伤。火是烧4点钟久，伫咧透早5点外去用拍花，受伤的消防人员无性命危险，小连续出院。敢若剩一个人烦恼讲会去感染，佮留伫咧病院观察。头毛玻璃是规个脆糊糊，早起佮一摆转来火灾现场，也是会当感受到迄当阵爆炸热头。那你们本身公司是在做什么的？卖电零件在光华商场。因为3楼以下拢停电，其他的公司行号上班的人嘛去受到影响，无法度入去大楼做工课。商办大楼放那么多锂电池，会不会觉得现在得知会有点惊讶？会，会，这样蛮恐怖的。本来不知道啊。台北市消防局指出，锂电池烧起来是会当用水来拍火，所以无得管。若是真正的导火原因，也搁爱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明年，旧历过年迄阵期间，台湾和中国对杯。
加班的飞行机班会安怎安排？上届新的消息是讲，双方面的政府拢已经同意，要按明年新历的正月10日一直开放到2月初8。尤其敢若有4位中国迄边人客往来上加野的飞行机场，已经约束好要增加几班，剩的所在拢是应人客的需要，飞行机班会加无动的。因为考虑到民众和航空公司的立场，交通部民航局表示讲，目前敢若中国迄边飞行机抓已经有较捌的机场会设条件，像讲上海的浦东机场价格敢若会增加147班，广州机场9班，深圳23班，杭州17班，剩的机场是拢无设条件，通好尽量应付要转来台湾的人客。啊，毋过北京这边因为拢无航空公司要求要加飞行机班，所以无搁加安排。啊，另外，咱台湾的上山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是无开放这回加班的飞行机起落。本地若是hiệu上山机场的航空公司，加班的包机就要换hiệu桃园机场。同款交通问题的新闻，咱来讲新北市的捷运电车，当日起这座西园区的宽纵线，当时要通车。交通部这边有说明讲，要去现场勘查遐的理勘委员是认定主办机关交来的资料，实在伤过简单。就要补件补到10层，才会安排正式去理勘的时间。啊，嘛有委员透露讲，目前看起来，全要应付列车各种的零件，啊，佮有修理的能力，拢还佮真不足，这站才是大问题。原定12月底通车的新北宽纵线确定延后理勘时间。这个月14，交通部召开理勘会议的会前会，大多数理勘委员认为，新办工程的台北市捷运工程局提供资料伤过简单，要求限期补件，才当进行理勘。确定第28召开第2摆理勘的会前会，等资料完毕，才确定理勘时间。就我们目前的了解，因为在这个初勘的时候，有一些涉及到可能比较重大的安全的一些问题还有待解决，好像刹车啦或耗资的系统，因为它也是一个就是无人驾驶这个自动的这个驾驶的捷运列车所以这些标准我想台北新北他们都很清楚，那我们也会促进他们然后加强沟通，把这个行政程序尽快的缩短时间，可是安全也是不能打折。有理勘委员私底下讲，宽纵线17台列车会当使用比例还无到90%，也就是维修能力甲零件备品拢无够，是上大问题。列车万不离故障，尤其伫尖峰时间闪烁运停，互人烦恼。这问题若是无伫这礼拜六第2摆会前会前讲好清楚解决方法，恐惊还是无法度确定理勘时间。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按照目前时程，年底之前应该保持通车。新北市的环状线初勘大概在1个多月前就通过了，那照道理应该是改善完毕或很快就要理勘，不管是在年底或是在明年的年内份，我都会尽快的把大家所做的要求做到安全无虞，快速的让它通车。新北宽纵线沿线拢总有14个车站，起站大平林站会当转坐新店线，景安站会当转坐中和线，邦桥站会当转坐板南线，甲台高铁。尾站新北产业园区站会当转坐机场捷运线。宽纵线第一阶段会由台北市捷运公司负责营运，营运3年了后，则移转新北市。那新北市府表示，理勘完成了后会赶紧完成，营运前待改善事项。达成了后，交通部会发文给台北市府，到时阵双方会共同宣布通车日期。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讲蔡英文总统早起去参加3军将官进任的典礼。致辞的是，伊讲起中国一再用外交甲军事咧甲咱威胁，佮讲守护中华民国，自来都毋是用讲好，正就是挖靠国防的实力。另外，蔡总统的副手赖清德早起嘛讲起，伊进前去中国是讲民主，讲主张独立的理念，过程毋若顾全平等甲尊严，内容嘛真公开透明。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谢谢，谢谢大家。总统蔡英文出席3军将官进入典礼，除了致辞鼓励在场的将官，而且嘛搁一再讲到中国对台湾威胁的部分。中共持续透过外交压迫、军事威胁、政治渗透等手段，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企图分化国人，打击士气，弱化台湾的主权。对此，我们更要团结一致，向世界表达我们对于国土主权寸步
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决心。蔡总统嘛表示，和平将来拢唔是靠讲和，也是爱靠坚强的国防，而且嘛对现场的长官发声，大家拢是保护国防安全真重要的一部分。另外，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早起是甲副总统秘书长陈菊去南昆新做伙替立委候选人赖慧媛来造势。针对国民党一直讲赖清德甲陈菊两个人嘛要去中国访问的代志，赖清德除了伫人民册公布当年的录影，早起嘛回应强调讲，台湾人民上关心的是要安怎顾到两岸对等，啊，搁有监视会当保存台湾的尊严。那我所见的是上海市市长以及市府层级的人，那我谈的是民主啊。还有民进党独立的理念，韩国瑜到了地方见的人说的话有没有公开透明，都没有办法跟民进党其他的城市去访问的时候相提并论。总统蔡英文、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一个南一个北，讲的拢是台湾主权的问题。就算讲民调结果目前领先对手韩国瑜嘛唔敢放冷，看得出来两个人想要拼选票的企图心是正重。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阵营这边批评执政党的力头，嘛搁再加强。大声因讲，国民党国会立委若选了过半，在因眼内专门咧干涉司法迄个监察委员陈书明，职务就要甲伊剔除掉。另外针对执政党提出来宣传的成绩单，伊嘛一条一条检讨，按大商环头倒转来台湾发展，讲到经济成长率，国民党是批评蔡总统拢是咧做表面的尔。总统蔡英文表示，2020拍政策牌对手韩国瑜阵营再去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质疑，为大商回流、经济成长等数据，一个批判蔡政府摕出来成绩单，只是表面的数据。是要让所有的民众对于经济成长都应该获得我们所谓经济成长的果实，会说明经济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所谓的经济的遮羞布哈，你把这个经济的数字打开来看的话，其实里面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提出解决台湾五欠问题，打造民众经济希望工程，望为经济开始，让选民有感觉会当优待选情。伫提出政策进程，国民党先批评民进党的网军争议，要找出幕后操盘的人，佮发出让国民党伫国会过半，甲监察委员陈思梦落架。这种干预司法、破坏司法，就一个监察委员的身份来讲，已经是毁宪乱政。当民进党的立委少数的时候，我们国民党立委在国会大多数，我们就可以发动对于陈思梦的各种谴责、各种批判，甚至于我们可以主动逼迫监察院对陈思梦来提起弹劾案。国民党的攻势一波接一波，韩国瑜抱红鞋引发争议的事件。韩国瑜办公室早起去台北地检署对部分的媒体提告，黑韩产业链，他们不断的透过网络，然后媒体，还有一些民进党的议员串联来做攻击，而且都是一些不实的手法。选战愈来愈晚，为了重返执政，国民党专员董凯提出政策反击对手，嘛要按铃提告，就是要捍卫因的选情。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再来讲，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昨发布一支含一个网络的红人共台影片，一天内就引起少年辈议论甲热头，效果拍算是袂歹。宋楚瑜嘛讲起，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当要拼迄部反渗透法三读过关，即马便有人假讲反对者，就会互人硬度请一顶出卖台湾的红帽仔滴对头壳顶去。就打3个大字宋楚瑜哦，然后这边宋贝贝也不用多说什么。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甲网红浩浩最近拍影片，虽然只个人讲3个字，因过因为伊的规面拢无表情，看起来真笑亏。影片上架无到1天，点阅率就超过20万次。正成功吸引少年人的注意。对于红海创办人郭台铭伫昨讲正后悔退选，是毋是有机会和郭党未来代表亲民党参选？宋楚瑜是讲，先和老师傅把基础打好。下一次谁都有机会，但是要让一个老师傅先打好基础，让大家可以持续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好好的为台湾。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全力伫咧杀反渗透法草案，要伫咧年底之前完成3读。宋楚瑜批评，即马只要是有人反对法案，就会民进党靠一顶袂台红帽仔。伫咧也无实行细致的沟通讨论之下，那让安尼就通过。蔡总统有绝对的
责任，赶快阻止这件事情。如果民进党和蔡总统不赶快悬崖勒马，我们就用票让他们下架。去大陆做宗教交流，那去咱知影讲请咱食饭的是不是讲共产党？万不离请到，当然咱就是共匪啊，咱就是共谍啊。干妈祖是共谍吗？玄天上帝是共谍吗？是你民进党这样认定的吗？宋楚瑜强调，反信道法是一个冲上紧的法案，像伫印度、香港拢有街头抗争的情形，所以民进党爱千万定信。就以一早起也甲全国12大新疆团体代表会谈，要听无共族群的声音。第二选前最后几天，宋楚瑜要全力拍入去无共的族群，争取认同。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昨讲，家己退出总统选举，对台北市长郭文哲是有亏欠。郭市长敢会了落去选后一届的总统呢？郭文哲本人是讲，等2冬后市长落任，才阁想嘛也会赴。另外讲到监察委员陈书明要纠正台北市政府将牵涉东山的问题，迄片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土地，竟然发建照，互人起反厝。郭市长是讲，若顶大欢迎来检举，因就会落去查。选战到大，郭台铭也有郭文哲的关系，两个人是互人杀无长。鸿海创办人郭台铭23伫咧政论节目中，讲家己宣布退出2020的选举，对郭文哲也有郭文哲的妈妈真歹势。对郭文哲要表态要参选2024，郭台铭是表示听听哩就好。两个人的关系是各一届引发讨论。那本来就听听就好，因为那么久的事了嘛。还是把真的等2022做完台北市长，再开始去想都还来得及的。我们是要选我们就帮他嘛，对吧？不选，我不选没办法啊。我时间已经够了，后悔没有用。那监察委员陈书明最近起风波，即阵也阁烧到瓜市府。行政移动商会最近调查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土地是毋是不当取得的财产，有目早的民众就定证这属工业土地，伫咧1951年去互国民党政府强制征用，然后伫咧1969年阁去互伪造是机关用地。有岗位就质疑这块土地涉及不当动产的问题。台北市政府都审会今年所发建照，互同意的建商来。对这件代志，陈书明24下晡会纠正台北市政府。你有意见就拿出来嘛，我们就看怎么办嘛。我觉得这样的，欢迎检举嘛，我们就会处理。所以意思说，如果全世界都3权分立的，只有我们5权分立，我觉得我们这5权分立好像怪怪的。选举进入最后的阶段，台北市长兼民众党主席的郭文哲确定为12月30请假2礼拜来辅选。到时郭文哲会带领党内不分区提名人进行全台湾大扫街的活动，未拼选民的支持。记者阿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明仔载嘛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就职1周年，早起市政府就公布过去1冬施政种种的成果。不过韩市长本人是无出面。民进党高雄市议会党团嘛，另外提出讲，那韩市长的成绩是一日混一日走，阁有体片盲甲罢免的8这6字，叫伊就直接辞职较有影。评记录几年度的施政成果，25号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就职满1周年。这是由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带领另外2个副市长来公布的施政的成绩，强调团队达到清扫、招商，阁有改善空污等等效果。当中包括了农产品外销比去年成长2倍，以及清水沟比去年增加1.4倍。不过请假当中的市长韩国瑜虽无出现，嘛无其他的公开行程。今天只是没有公开的行程，他一定是忙得不得了的哈。市长虽然不在呢，但是他随时会跟我们联络，了解市政的状况。那今天这个记者会呢，过去1、2个月呢，都是我在代理这个市长的职务，所以就还是由我来做执行，这没有问题的。叶匡时讲，虽然无市长团队有用心伫市政观点，而且韩国瑜请假当中无到场嘛无啥物问题，只是看在市议会民进党团的眼中，所以无法度接受。这时召开记者会，公布因会经民意所选出当代表韩国瑜的6个年度关键字。他现在虽然是请假选总统，但是他的身份还是高雄市长。就职1周年这么重要的日子，市长都不出席。那他干脆直接请辞就好了啊。
民进党籍的议员认为，去年规档市民无感觉幸福，真的是感觉乱放煞。啊，毋过市府公布的施政满意度显示着公车式的客运车、安心餐券等等的政策得到百姓民众的认同。路边啊，佫有改善排水，嘛有5%的人支持，代表真多数的市民也是肯定着市府的执政成效。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明昭款各报道。若讲总统选举真刺激，立委战了嘛真激烈。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早起就推出一版，讲是民间家己编的选举公报，内容将每一个现任的立委过去文政的表现，佫有牵连到什么企业财团中间的利害关系，拢总理出来，望要选民看互真，认互明。2020的选举开始到达时间，除了总统选战真激烈，各政党嘛要来拼国会席次。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发起政治消费者运动，扫2020民间版的线顶选举公报，整理个别立委的表现，而且加速公布立委财产申报、甲监视贪污等等的资料，提供给选民做投票的参考。它是不是成分不明、标示不实，连它的保存期限都不知道？这我觉得投票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哦。你可能因此会选出我们所谓的黑心政治人物。公道边呼吁选民爱选举听看听，包括停止消费标示不明的候选人，就公道边的网站监视立委的表现，还有听各别台选举专题分析，才会当选出优质的立委。像现在休会的期间，到底有多少的立委，他还是用他的助理、公费助理来当助选员，他还是让我们所有的立法院的这些交通费来补助，当做他竞选的交通费，这些都是我们觉得非常荒谬的一些事情哦。2020民间版的选举公报整理现任第9届每一个立委的问政表现，包括议会出席率、委员会出席率、质询率，还有法案甲议程的审查数，而且公布相当程度的资讯，包括监视营利事业的决策者，监视有3.7起请来做助理，而且助理敢有符合劳基法等等。透过民间的力量去引导、去 push 我们的政府要往前走。那我们希望这些资讯揭露之后，有更多可以梳理、整理这些资讯的部分，都可以汇整给我们。我们希望把这些资料都做一个更完整的呈现。因为这届参选立委的候选人，公道边表示，因为过去无这寡人的资讯，会提出改革书。公布这届候选人当中，有偌侪人愿意保证国会改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和南韩的总统文在寅，还有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会面。国际媒体有报讲，安倍首相有咧关心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不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是讲，韩国的立场支持北京，嘛认定香港和新疆的事端，这拢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外人唔免插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日北京甲习近平见面，安倍一开始就讲，日本真重视习近平，伫明年春天到日本，希望打造一个适合两国新世代关系。我愿同首相先生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政治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再上新台阶。法新社报道，安倍希望习近平支持香港自由开放，关心新疆人权。习近平要求安倍支持放宽对北韩的制裁。习近平嘛甲南韩总统文在寅见面，这是2017年12月份以来中韩头一摆举行峰会，两个人拢强调中韩的友谊，尤其是美国甲北韩协助谈判无进展，习近平重申区域和平的重要，真有意义。文在寅佮讲，南韩的新南方佮新北方政策要甲一带一路的政策合作，望两国会当较早共同开发第三国的市场。中国央视报道，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会谈中支持北京。韩方认为，无论香港事务还是涉及新疆的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韩中两国拥有悠久交往历史和相通文化渊源，两国是命运共同体，双方关系发展具有天时地利。现在再加上人和，文在寅甲安倍晋三这座重点是继19月了后，佮一摆举行的中日韩高峰会，24会伫成都举行。那运动球车嘛继续关心新疆的人权议题。纽西兰橄榄球车威廉斯伫推特写，当然选择经济利益，唔是人性，这是互人艰苦的时阵。伊佮打出一张有画中国国旗的手，牵一支当地的老会手，顶头画东土耳其斯坦分离主义团体纳什基亚的图。因为真侪维吾尔族分离主义人士是以东土耳其斯坦来讲新疆。
威廉斯毋是头一个批评中国迫害穆斯林少数族群球星。英格兰卡球超级联赛边港超球星272，这个月13才伫 IG 批评中国迫害维吾尔少数族群。随后中国取消比赛宣布，改替以游戏角色。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菲律宾的人，十年八节拢真爱啉椰子酒来欢喜甲热烈。谁知影讲顶礼拜有300外个人，因为去共一间店头，灌到一款椰子酒，内底无大声甲甲醇迄种成分抽出来，就落市面咧卖。啉到这款酒的人，竟然拢发生会吐会晕，种种中毒的症状。经过抢救，嘛是有11个人不幸救无转来。一群人坐伫咧病院内底吊大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南的2个省，真侪民众拄顶礼拜开始庆祝耶诞节，结果啉到有高浓度甲醇的椰子酒，超过300个人出现中毒的镜头，去用紧急送病院急救，不过也是有11个人不幸来死亡。Signs and symptoms ng methanol toxicity. At na-confirm na po, nakausap din po namin si Mayor ng Mayor Muñoz, na confirm nga na lambanog ang ininom sa lugar nila ng mga pasyenteng ito. BBC 的报道指出，所有中毒的人拢有啉这种和合作蓝班诺的椰子酒，而且拢是伫咧同一间店买。啉了出现吐、头壳戆、腹肚疼的症头，政府就随宣布禁止来卖蓝班诺，酒商头家嘛自首。不过警方所表示，酒商是合法经营，无甲伊抓起来。蓝班诺伫咧菲律宾各项合作椰子八角，菲律宾人一般拢伫咧过节时阵介意啉蓝班诺来庆祝。不过市面上伫卖的蓝班诺，大部分拢是当地人家己结的。酒精高度一般拢会达到40%，而且真侪酒商拢袂甲甲醇抽掉，就直接来卖。Pag ferment yun, may napoproduce na methanol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Ngayon, ang problema, minsan yung lambanog na naibebenta, sobra yung methanol content na laman. 甲醇内底有真大的毒性，10%都有可能会造成痴迷，而且佫有可能有性命危险。去年菲律宾有21个人因为啉到有甲醇的蓝班诺来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克里米亚这片土地几年前加入俄罗斯的联邦，俄罗斯这国为着要加强和克里米亚中间交通的联络，3年来建设一座跨海大桥。去年5月公路先完工，顶日铁路嘛正式通车了。俄罗斯的总统同款亲身去主持通车的典礼，不过本地管辖克里米亚乌克兰政府就谴责讲，这是侵占着因的主权。这个30车厢的首发列车。23日讲的任务就是接送俄罗斯总统普京由俄罗斯西南边的塔曼弄过跨海大桥到克里米亚半岛东边的克赤，然后搁再登到塔曼主持通车典礼。Своей работой, своим талантом, настойчивостью и целеустремленностью показали, что Россия в состоянии делать такие мирового уровн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ные проекты. Ведь это самый большой мост не только в России, но по протяженности самый большой мост в Европе. 这座大桥原本的所在，伫咧离自大战末期包括一座克制海峡大桥，不过无偌久就互开水冲海去，了后又渡船列车海峡两岸的交通。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罗斯配合出兵，促使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搁再加入俄罗斯联邦。为了要强化俄罗斯本土加克里米亚联络。自2016年开始，施工兴建新的跨海大桥，开了2270亿卢布，差不多新台币1100亿，总长差不多16.9公里的四线道公路的部分，在2018年5月完工通车。普丁也搁家己驶第一台大卡车通过大桥，离长度小可较长，有到18.1公里的铁路部分，是伫这个月18日完工。并且伫23由普廷主持启用典礼。克里米亚大桥完工了，未来自圣彼得堡一路经过莫斯科，搁再到克里米亚半岛南边的塞凡堡海军基地，2500公里的连接就此完成。伫咧俄国庆祝的时阵，乌克兰是谴责俄罗斯侵犯主权。当年为着俄方要兼并克里米亚，对俄罗斯发动制裁后面，也决定要延长制裁6个月。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先来讲苗栗，一天发生2站去爬山的登山客受伤、抢救救援的案件。一个26岁的男性去到南庄的嘉里山山顶尾溜的三角点，却无意中触落山骹，落尾救难的人员是用爱才甲伊接落山。
啊，嘉里山的另外一头，同时敢嘛有一个60外岁登山客去吊着伤，但救援人员就提醒讲，要入山爱准则体能，啊，佮有气候变化的情形。 26岁查甫伤患跋落30公尺深的山坎内底，头壳受伤，脚下断去，无法度振动。消防人员对真惊山坡爬落去，将人扛起2层，再用绳啊吊挂的方式游转去登山步道。来，我也要到前面了。来，大家听口令，不行你就先。 甲伤患做伙爬嘉里山的朋友指出，一群人来到3角点附近，当要休困。伤者煞向厝落山坎，但是因为山区天气无好，无法度用直升机救援。救援人员用行、用人工的方式，对其下晡3点到出意外的现场，一直到下港半暝3点外，才顺利甲人送病院。 确保没了，抬得住哈，抬得住 ，OK， 可以，那我放开喽，放开喽。 那因为伤者他是右小腿骨折，还有颅内有出血，所以我们整个过程相当的小心。好，那所以搬运的时间就会相当的久。那从事登山活动应注意本身的自身的一个生理状况，还有随时注意天候的变化。伫咧苗栗南庄嘉里山救援的时阵，刚一座山的9号起仔，又搁传出一个60岁查甫人伫落山的时阵，骹去落掉。 苗栗县消防局敢若会当派人入山搜救。救援单位指出，嘉里山有苗栗小百岳的称号，2000外公尺悬，部分的路段是无好爬。山友入山之前，爱先评估家己的体力甲天气。苗栗县山区搜救人本来就无够，一天2件会互消防人员的工课变甲真下斗。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今年11月失业率是3.73%。 啊，台北大学研究所遮个人讲，合作高学历的人数，失业率调查起来有4.87%，这是近来3档共1月日比较上介悬的。啊，若干那看大学这坎，失业的比例佫悬到5.42%，这款情形互人真烦恼，造成背后的原因嘛，值得咱来思考甲探讨。 主计总处公布11月份上新的失业率是3.73%，虽然比10月份降低0.04个百分点，啊，不过若是对教育程度来看，失业率会发现，伫咧大学甲以上程度的失业率是4.87%，是最近3年共月份上悬的。值得注意的是，若是观察个别教育程度的失业率，以大学程度的失业率5.42%是上悬的。你要工作啊，当然是你要一些专业能力啊。那变成说，你学校设了这么多，就好像变成是大家变成说。 好像是不读不行了，而不是我真的想要学一个什么专业的东西而来读大学。现在因为大家都有学历了嘛，那所以可能就是要自己去找一些活动啊，或者什么经验来充实自己。根据主计总处统计，104年11月份的失业率是3.91%，105年11月份是3.87%，106年11月份是3.71%，107年11月份是3.7%，今年11月份的失业率是3.73%，也是最近3年以来共月份上悬的。主计总处表示，会有这款的结果，是因为美中贸易战等等的国际情势，和每一个教育程度甲年龄层拢去受到影响。虽然104年下半年甲105年顶半年有一波景气的下调，啊，不过今年11月份的3.73%，也是比景气增加的时阵较好。纵使失业率是稳定，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整体失业率是微幅在往上扬。但是我们更担心的是，厂商刚开始一定是用缩减公司来因应，如果不行的话，那只好用失业。而且这种大环境不好的，基本上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学者认为，政府大量设大学，真侪学校科系教学内容拢甲这场的需求无同款，而且真侪无法上课或者是参与相关的科系，拢已经出现真侪比头路欠业搁较侪的状况。致使真侪学生毕业了后找工课真困难的情形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啊，册读愈悬，挂目镜的人那像嘛愈侪。现代人无论是用手机啊，还是电脑荧幕，不知不觉目睭就会去互荧幕射出来，遐个蓝光伤害着。当有清华大学的教授研究讲，若是换配有戴黄色的目镜人，这是上届有法度将蓝光过滤掉，保护咱咧看的眼力。 清华大学的教授甲新竹市光路中的研究团队合作，经过光谱仪器的检测，发现讲，若甲黄色镜人放去你机台顶头，蓝色的部分都会大大减少。数据量化证实，挂黄色镜人的目镜，凭无怪视看荧幕的时间，通延长8.27倍。 这黄色镜片戴上去之后呢，就是至少是比不戴的话，要好8倍以上，8倍以上。但是我们另外也知道，如果你找到橘色，那个橘色只要那个颜色对了，它甚至可以好到将近20倍、30倍的护眼效果都有。相较于没有戴之前，就是可以比较舒服，然后眼睛也不会
酸痛。你戴眼镜加强这个黄色的话，能够保护我们对于这个手机的蓝光的一个保护力。学校甲学生的家长表示，即卖少年人使用3C 产品用了伤过头，所致愈来愈侪青年的目睭有各样。希望经过安尼研究，或者少年辈知影保护目睭的重要性。发现那个年轻人，眼疾的问题是越来越年轻化。那我们学校每一年也给孩子们做身体检查，我们就发觉到眼睛近视眼的比例越来越高，譬如像高中部大概有将近91% 近视眼。他的研究生呢也很有的耐心，教导他们怎么去做研究。那一开始学生一开始都是有点排斥，很累，除了自己功课要顾，利用假日时间去进研究室。但是我今天看到他们的笑容都是很灿烂的。那黄色的目镜人有法度降低蓝光的伤害。研究团队嘛发现讲，电脑荧幕做乌底，而色伽马色外部的电火用伽马白迄款色的光，嘛有通提升保护目睭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目前有13000几个白血病患者，用过拢是抽骨髓内底的肠出来人工分析，医生才有法度诊断。啊，毋过台病院近来会开始运用 AI 人工智慧的影像落去判断，毋若讲缩短时间，判断的正确性嘛会提高，互医生咧诊断的时阵会当更较准。只要将抽出来骨髓做抹片，放伫个显微镜观察，就能知影骨髓做回细胞是毋是有各样。过去医检师采用人工进行细胞分类计算，毋过台病院这几年来，甲科技公司合作，改用 AI 人工智慧判读。原本每一个人500粒细胞分析要开30分钟，未来会当省一半时间，对医生进行精准诊断有帮助。传统实验室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去，可是各位知道，就是说人工智慧它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说它可以对这些需要经验累积的一些学习呢，会比人类来更加的快速。研究团队表示，骨髓细胞分析是诊断血液疾病的重要关键。目前以来已经建立超过30万粒骨髓细胞，是全台头一例，也是上大的资料库。用新科技应用，唔但能减少细胞计数时间，提悬判读一致性，影像袂当自动记录，或者是搁一摆确认，互诊断流程更加有效率，正确率挖高成。用 AI 来计数的话，我们会先取数位影像，然后透过大量标注的这个 AI 模型去做侦测还有分类。那其实在准确度上，其实已经快要逼近1减10了。医疗团队强调，将 AI 引进医疗照护流程，唔会当对病人做精准医疗，袂当降低医疗人员的作业负担，提升医疗品质。按照这项新技术，目前已经建立完成，但小数许可通过了后，就能正式上线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自日本时代就建设伫咧苗栗台湾铁路局的大山车头，昨下晡4点外，煞互一台发财车撞入去，用叉身夹造的车头的大厅弄甲真吃力，损害甲真严重。抽回落去化验，才发觉讲原来这个司机就是食酒塞车。插座条啊，强弄断，货车头前玻璃嘛碎过过，车头受损严重。23下晡4点半，一台货车雄雄弄入去苗栗县历史经过的台铁大山车站，互现场的工作人员拢惊一跳。我跟我们那个站长就刚好听到嘣一声啦，然后就看到这样，然后我们就跑出来，我马上就是有烟雾嘛，我就跑出来已经看到这样子了。车站的大厅甲等车的所在拢用弄歹，迄当时内底有一个乘客好在无受伤，驾驶送病了后并无生命危险。原本传出驾驶是用刑发作，不过经过抽血检查，确定是啉酒塞车。北京专案已经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那时候他整个引擎都在发动，也不知道他是心肌梗塞还是什么的，没有跟他动了。然后我有报警。为了避免插座建着倒去，现场已经封锁，先无影响列车的通行。不过乘客出入都行边的门。这座1922年日本时期就启用的大山车站，敢要当修好，官府新营派高级建筑巡查团队到现场看。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清朝时代，老兵团起铁路，起一轨啊，来到日本人，规站西部拢甲接起来，咱讲叫做冲冠线。以早日本时代有迄个四句联，咧念甲火车有牵连的歌句，国政原来捡出来，甲所有观众朋友咱大家做伙来探讨，做伙来参考一下。大声，咱来讲火车行过丹高山。
手提时表看点半，为娘挂掉要安怎？一阵烧热一阵寒。这篇四句联内底就是咧讲，唱管线火车已经去到丹高山，就是咱即马所讲的高阳。啊，手提时表，就是规伫咧手内，也讲绑伫咧手的迄款表啊啦。摕起来看，看讲啊，拄啊点半。毋过永早咱咧讲民谣吼，头前2句拢是咧讲斗句的尔，后壁主要尾手迄2句咧讲男女间的感情，迄才是趣味。毋则讲即拍四句联，搁落去讲为娘挂掉要安怎？一阵烧热一阵寒。即句挂掉，即马较少人咧讲啊，就是讲为着你吼，相思操心白目，规个心肝拢互你慢条条，安尼叫做为娘挂掉。这就是较早日本时代已经有唱管线，毋只有即个四句联。过来，搁来讲一条原来日本时代四句联，内底讲白纸写字青纸风，红纸包面做批笼，要行几句甲军讲，内山火车袂交通。确实都有影，因为日本时代，敢若大山火车，敢若唱管线建设好尔，若要入内山，火车还袂交通，所以我白纸写字，青纸风，搁红纸包面，外口做批笼。我的心声，我实在要讲，互你讲，写内底一字一句，拢是我相思的心情。即拍就是女性的四句联哦，讲要寄几句甲军讲，啊，毋过吼，我歹势寄啦，我所找理由讲。内山火车袂交通，啊，过来讲，这就是卢金秀老师作词，老福祖捌唱过《宜兰人》这条歌。内山火车袂交通，日本时代无建设火车对内山去，啊，毋过有建设对海口去呢。这条宜兰人的歌词，原来有唱到，甲火车有牵连的四句联，来讲火车行到淡水港，玫瑰野味遮尔香，对面迄间的老汤。安尼我高高水当当，讲到即拍四句联，咱就想到淡水模式，内底嘛是咧讲日头将要沉落西，水面染五彩，男女老幼咧等待，渔船倒转来，桃色老汤门半开，琴声诉悲哀。是啦，这就是咧讲淡水乡面，咱讲风月场所的女性，安尼我高高水当当啦。啊，毋过淡水线火车。1988年就已经结束起来，已经拆掉了。即马要去淡水，无通坐火车，咱换爱坐电车捷运咯。过来，国情换招你同齐来看彰化的新闻。咱来讲彰化的古迹庙宇真济，经过市公所普查，有固定的古迹圣王庙，嘛有原定的古迹南窑宫，这拢都爱继续修理复原呢。固定的古迹圣王庙需要1400多万。但已经送文化部落去审查，望讲文化部会当赶紧支持咯。固定古迹彰化市圣王庙庙顶的门神已经翘壳个真严重，连涂骹的六角砖也拢在逼损。虽然有人烧香点火，不过年久月深的损害，征收的费用也就要1400万，也已经向文化部文资局申请。咱彰化市公所有监管这个寺庙吼，咱足侪寺庙是拢固定古迹啊，限定古迹啊，这年久月深嘛吼，这寺庙有一寡颓败吼有甚至有坍塌。彰化市公所表示，圣王庙已经超过250年的历史。这也代表漳州人甲单姓王公请过来的移民历史，不过顶回征收已经是要30年前，包括庙壁、大幕、厝下、地砖拢需要征收。另外，原定古迹南窑宫也有相关的问题，县政府也会做回征收。文化部最高可以补助到整个计划经费的75%哈，最高了哈。那剩下的25%的部分，我们就是依照各乡镇市公所哈他们的财力等级来看，说这25%的地方的这个自筹款的部分，他们必须要负担多少？根据文资法的规定，固定古迹的修复，地方政府免出钱。不过，原定古迹，县政府甲所有单位要做回出25%。彰化县文化局表示，彰化的原定古迹有49位，甚至比高雄、桃园也更较济。不过，彰化县的财政是真严，希望文化部会当提悬补助比例，让彰化县的文化资产得到完整的保存。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一点比较一般人能力发展有较慢、较欠的幼囡仔，因用一档的时间家己训练，
明年正月18就要登台公演。啊，毋过即马表演的现场还佫有400外个椅仔位，无人来捧场买票。早起才会鼓水的含万囡仔因集做伙排演，望讲民众会当尽量支持，现场来听因的鼓声，看因的拍拼。囡仔认真在讲歌，而且真欢喜对音乐震动身躯。23个新种幼童开1年的时间拍拼练习，明年1月18会举行第5届斗阵来听阮讲歌9天宝贝联合主线公演，伫桃园妇女馆演出。你喜欢打鼓吗？刚刚在台上会紧张吗？还好，我们不错。就是你刚刚说你不会紧张？对，不会紧张。他们的眼神是充满了喜悦，然后除了心情会安定下来之外呢，就对于他们身体上啊，他们可以愿意就是为了打鼓，然后站起来，然后站得更久，然后站得更好。宝贝占领发展中心主任陈美国表示，中心成立逾60年，替0岁到6岁身心障碍幼童提供早期治疗甲教育，对因的机体复健、认知理解甲表达情绪各方面拢有真大的帮助，嘛，互因学晓照顾家己，甲建立自信。对我们孩子来讲，必须经过1年以上的练习，他们才有机会可以站在台上，然后展现他们的那些能力。那甚至他们还要忍住他们的恐惧，能够站在台上把一首鼓打完。主任强调，爱买票演出，毋是捐钱送票，经费压力真大。嘛感谢社会团体捐20万响应联合主线活动，但是阁有440张票还未销出去，希望大家买票支持，做伙替万八囡仔鼓励加油。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屏东县政府出版全国头一部以原住民排湾这组的立场，落去编、落去写的课本，外界嘛大大肯定。今年因搁再进一步，要编汉人客家乡亲的立场的教材。目前已经有找德den国小、万万国小来合作，打算会用2档，甲国校国语科、甲社会科，专门互客家囡仔读的课本编出来。看到一张一张的相片，展现在地菜色果子、客家小儿塔等等的地方特色。这拢是今年屏东县政府甲德产国小、万万国小合作编写，真有客家主体性的学生教材。让我们就是从我们屏东的6堆客家在地出发，那其实透过课本的一个编撰呢，能够让孩子认识自己的家乡，认识屏东。大新公布的是1年甲2年的社会科教材。结合客家特色、文化、礼俗等等的主题，也未正式出版，就已经受到欢迎。这精彩内容拢经过严格把关，不管是学生、也老师，也不管是毋是在地客家人，拢会当感受到实实在在土地气味。因为我本身不是客家人，对，所以就是由文编那边出来的文稿，那我们就可以从文稿去更了解客家相关的文化。所谓的学校本位，就是会当由学校家己来编，适合家己教学、家己特色的教材。德产国小强调，过去的教材一向拢是都市的观点，所以甲咱的囡仔生活的经验完全无同。用客家本位来书写，目的就是要打造一本真正对在地出发的教科书，毋才会当真正引起学生的兴趣。记者综合报道。人生要离开世间之前，上尾一站路，爱安怎行才有尊严。来讲安宁照顾基金会这个团体，因争取着亚洲的国家头一部病人自主管理法。这回安宁照顾基金会嘛得到吴尊贤的爱心奖，就是要感谢因对台湾社会奉献甲付出。我吃到了耶！这种事情在医院是比较困难做到。好，那我也把眼镜拿下来给你梳啊。癌症末期的重症病人伫厝内底治疗，和孙仔做伙佚佗，这伫过去是互人想袂到的。即马透过居家安宁系统的协助，互确认是末期的病人会当加一个选择。安宁照顾基金会董事长杨玉静表示，若是会当事前规划，就会当互病人伫生命的最后，莫阁受到无效医疗的拖磨。做医生的人，自少年老师就是教阮拼，搁较拼甲上尾。家庭内底做囝儿的人，嘛是讲，你着甲我拼。但是咱着爱搁一遍来思考安宁照顾基本的起源。破病的末期，无要用侵入
即款的无效的医疗来延长死亡的过程，却毋是延长生活甲生命。安宁照顾基金会伫1990年成立，30年以来推广安宁照顾。一开始受到民众的误解，就是讲入去到安宁病房，都是啥物拢无做，无要治疗。其实安宁缓和医疗是帮助病人减轻痛苦，而且佫考虑到因的生活品质，来帮助病人和厝内底的人好好啊讲再会。在家庭会议里面达成的共识是，一切尊重我的决定。不管我是选择积极的治疗，或者是说做缓和的处理，他们都尊重我的决定。这个决定让我觉得我真的是，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很早就有这种观念，但是遇到自己生病了，就要去考虑了，就是我要走哪一条路。假如我能治愈，那是一回事嘛。我不能治愈，我就要怎么样？这个都同时想好了，并不是一开始就说我不会治愈，那倒不是这样。人袂当紧出事，毋过会当选择好好啊行。因为有安宁照顾基金会的拍拼，台湾将这是全世界第18个建立安宁照顾服务的国家，嘛是亚洲第一个定病人自主权利法的国家。互每一个人伫咧健康佮正在人的时阵，拢有权利为家己身做好选择，互人生最后的这段路行甲温暖佮顺遂。记者由郑州玉水台北报道。咱来讲屏东嘉东乡水产产销班的第8班，因号名叫做陆鱼伯。今年有去得到全国10大成绩优良农业产销班的鼓励，因饲出来的水产一来有产销履历，二来佫有产地证明。8日嘛是望讲会当规期都去设合作社，通好带动地方渔业的发展。嘉招班摕伫咧手里，伊是屏东嘉东水产优势产销班的班长陈启宏。这几年，伊骨力推广渔产的体验活动，甲学校演讲，也邀请民众来产销班认捌产销运作的过程。陈启宏也讲出伊对产销班未来愿望。第一个就是成立生产合作社，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产销班转成合作社的一个过程，产销班会变成是一个辅导的平台。它是一个教育的一个种子，也就算一个摇篮。陈启宏自本是咧做餐厅的，爸爸洪灾了后，伊倒来故乡，倒甲老爸顾处理的养殖渔业，经历过鱼池啊去互洪灾破坏了，损失几了百万。不过伊认真打拼，东山再起。即阵伊希望透过合作社，互产销班会使正做渔业辅导的平台。希望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提高我们的生产的产量，甚至跟未来的内销、外销的一些市场上能衔接得上，把我们品质一致化。除了整合养殖渔业的资源，陈启宏也希望渔业会使和企业合作，做伙推广食农教育，也使更较侪少年人同齐替渔业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南投德山有一个青年人，名叫魏君权，伊设计出来顶头印地图的面巾。有利用台湾特殊的地理，佮有大自然生态特色当作主题，小山小海，外销上百个国家，游玩也是咧替台湾争取名声。喜欢做关于台湾本土，无论是文化或者是地理特色的创作。这位有台湾第一高山玉山多样的面巾，看起来够水够特别。这是即马全世界上穿的地图面巾，上特别的是，逐条地图面巾顶头拢画有台湾的形影。这个创意拢是南投德山一个少年人魏金环所想出来的。因为我很喜欢到处旅游，那个时候想到就是说，其实我还缺一条毛巾。所以当时就想说好，那我就试着去做一条关于世界地图的毛巾。魏金环希望透过伊的创意，甲台湾推广到全世界，互更较侪人了解台湾的水。不过伊嘛讲，不管是设计也是创业，逐条路拢有辛苦的所在。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因为设计价值在台湾其实当时还不是那么受到肯定。魏金环自学生时代就参加过真侪设计比赛，受到肯定。不过要创业，却无遮尔简单，常常做到想要放弃，因为人客的支持，才有法度继续坚持落去。可是常常让我觉得鼓起勇气，鼓起支撑下去，真的是粉丝们的支持啊！因为我自己是设计师，那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创作只要一推出来，大家都会很喜欢。那这个常常是我们延续下去的动力。
除了继续做台湾地图的面景，伊嘛甲台湾特有动物印伫产品顶悬，希望呼吁大家重视生态问题。魏金环甲理念结合创意来制作商品，行出家己的一条路。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气温起落，敢会有变化？咱就同齐做伙详细看。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8度到24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0度到26度。台南、高雄、屏东21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2度到27度。金门、马祖、澎湖16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